跟住落嚟，我哋會做一個培養慈心或者友善嘅心嘅練習，去培養一份對自己同對他人嘅善意。因為無論我哋外表係點樣，我哋每一個人內心深處都曾經感覺到害怕、悲傷或者孤單，所以我哋喺呢個練習度有意識咁花一啲時間，先祝福自己安好，然後再將呢份祝福擴展出去俾其他人。而家調整一下你嘅坐姿，揾一個感覺舒服、安穩而莊嚴嘅姿勢，腰背自然垂直，膊頭打開沉低，俾自己安頓落嚟。跟住將注意力帶到去呼吸度，感受一下每一個吸氣同每一個呼氣。然後再慢慢擴展注意力，感受住整個身體坐喺度嘅感覺。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開始向自己送上祝福，可以喺心裏面慢慢咁講：願我平安，遠離痛苦；願我健康快樂；願我安穩自在。你可以想象每一句祝福，好似輕輕將一粒細嘅石仔放落去一個井裏面，每講完一句就停一停，感受一下內心嘅回響。無論出現啲咩感覺、念頭、身體嘅感受，都唔緊要嘅，唔需要去批評呢啲反應。可以再次喺心裏面慢慢咁講：願我平安，遠離痛苦；願我健康快樂；願我安穩自在。如果你覺得對自己友善係好困難嘅，可以諗下一個無條件咁愛你嘅人，又或者諗下一隻好愛你、好鍾意你嘅寵物，俾自己感受下佢哋對你嘅愛，睇下可唔可以將呢份愛透過祝福送俾自己。願我平安，遠離痛苦；願我健康快樂；願我安穩自在。而家你可以諗起一個你親愛嘅人，以同樣嘅方式喺心裏面向佢送上祝福。願佢平安，遠離痛苦；願佢健康快樂；願佢安穩自在。而家你可以諗起一個陌生人，可能你喺街上或者搭車見過嘅人，你可能認得佢，但唔知道佢嘅名，你對佢冇咩特別嘅感覺，
雖然你唔認識佢，佢大概都同你一樣，生命裏都係有希望，有恐懼，同你一樣都希望可以快樂，所以你都可以喺心裏面向佢送上祝福，願佢平安，遠離痛苦，願佢健康快樂，願佢安穩自在。而家，如果你願意，你可以諗起一個同佢相處有啲困難嘅人，唔需要揀一個最討厭嘅人，可能係最近覺得有啲疏遠，又或者相處有少少困難，可以係工作上遇到嘅人，或者屋企裏面嘅人。無論你選擇咗邊個，可以喺心裏面諗住呢個人，試下承認佢一樣都係希望可以快樂，然後祝福下佢，願佢平安，遠離痛苦，願佢健康快樂，願佢安穩自在。如果你感受唔到溫暖或者友善嘅感覺，係唔緊要嘅，只係有呢個祝福嘅意願已經足夠㗎喇。記得如果練習時被任何唔舒服或者好強烈嘅感覺或者念頭拉走咗，你可以隨時選擇將注意力帶返去呼吸嘅身體感覺，又或者身體穩定嘅感覺。慢慢穩定返喺此時此刻，溫柔咁照顧自己。最後，我哋將呢份祝福擴展到所有嘅人，包括你所愛嘅人、陌生人、相處有啲困難嘅人。將呢份慈愛擴展到所有地球上嘅生命，包括你自己。願所有生命平安，遠離痛苦。願所有生命健康快樂。願所有生命安穩自在。結束練習之前，將注意力帶返去呼吸上面，感受身體呼吸時嘅感覺，讓覺察安放喺此時此刻，容讓自己呢一刻就係此刻嘅模樣，唔需要成為別人。感受呢一刻嘅自己已經係完整、圓滿。